播放清单已经有800项左右了，怎么会在这个版面是放在这个多份播放清单里面？桌上型电脑那个网页啊，画面呢看只能显示到200项啊，所以200项以后可能要新增播放清单。然后你看这个启慧班的这可能比较早期的播放清单哦，你看要滑到下面发现不容易啊，可能要重新再增加播放清单了，然后后面加个年代啊，这样比较不会都被压在那个最下面，被隐藏在下面，手机也滑不到那边，就是要增加被发现的这个比例机会啊。